另外，以哈战争已经满100天，以色列军队继续咧攻击加沙地区，加沙嘛已经有24000人无命。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同款是对外呛声讲，伊要彻底消灭哈马斯，所以看起来是无停火意思。因为哈马斯这边有公布人质的影片咧恐吓以色列。以哈战争14满100天，双方的冲突看起来拢无消停。以色列是继续对加沙南部和中部发动攻势，哈马斯嘛则倔强在抵抗，一个地区爆发激烈的枪战。上时哈马斯嘛公布3个人质的影片，呼吁以色列军方停止甲因帮。3个人质是26岁以中南血统查某囡仔阿加曼尼、53岁沙拉比和38岁斯维尔斯基。对比阿加曼尼去年10月初7日音乐节红白照的影片，即卖伊看起来是真无精神。这段影片并无写翕的日期，敢若伫咧上尾讲到，阮会伫明仔载甲恁讲这个人的命运。但是，做伙伫咧特拉维夫的以色列的民众早就已经无想要搁等啊！因大声喊口号，要求政府随互人质平安回来。I'm not waiting. We're not waiting because waiting means we need to trust somebody now again, and we lost the trust on the 7th of October. So we are not waiting. We are pushing our leaders to do what is right this time. 哈马斯伫100天前对以色列的境内绑走200多个人质，其中差不多一半伫去年11月底在占休兵的时阵轰放。目前阁有136个人掌握伫哈马斯的手头。顶个月，纳坦雅胡捌伫国会讲，已经要求北京斗3天，互以中南血统的查某囡仔阿加曼尼会当倒转来。中国外长王毅10日访问开罗，和埃及外交部长会面了后，呼吁开一场大规模的国际和平会议。支持巴以双方尽快恢复和谈，最终实现巴以两国的和平共处。不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伫内阁会议顶悬强调讲，对加沙的军事行动会继续到完全摧毁哈马斯为止，敢若无想要停火。对以军对加沙开战以来，死亡人数已经到24000人。我是新闻张慧斌编译。